就会发觉讲新圣诗真侪后壁的阿门拢来提掉，原因是迄条歌的性质，即条歌是祈祷的性质，所以后壁才会放阿门。了解意思吼？所以即条歌是祈祷，所以上尾就来放阿门，因为这是共同的祈祷。咱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洗清气。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。我今仔日是汤教会的生日，通常咱拢用即日来做生日，所以我来挖出一条歌，就是汤教会纪念歌。这条歌其实是120周年的时阵，王明仁牧师特别为着汤教会来做的。我毋知影咱中间有偌侪人唱过这条歌，有唱过，请举手我看卖好啊。哦，厉害！好，安尼我无啥样唱哦，咱来听这条歌，咱等下会伫报告的时阵来吟这条歌。来，咱做伙来吟看卖啊！来，一把把我呀一回，马开我是上高位，高位就是上人家，三界是咱做出体。第2节，心高我的爱我的。第一站，咱将这个曲吼，更较熟悉化。这条歌其实是咧讲汤教会历史，所以咱不管是对什么时阵来到这个所在，透过吟唱这条歌，就知影咱所伫地的这个所在，过去是偌侪人伫这个教会内底咧见证。咧学乐，相时得着祝福，所以咱来个吟第1节吼，来吟一遍啦。一把把我扎一回，马开我是世高会，高会做世中人家，三界是我做出地。心高大起来高地，高地那高地，西来真高渐济，东会成日第1回。当然，搁后壁故事啦吼，所以咱等下吟4节，总是吟这个4节。进前，咱会小看一个咱教会的影像历史的事业。我有请咱的干事来做，所以嘛包括咱近期，特别顶礼拜咱有出外去，也外礼拜，所以将遐个相片拢加入去吼。我看着我感觉讲好，安尼就照安尼。愿上帝祝福，甲咱做伙伫地，祝福咱所伫地所在。请咱闭断咱的心。兄弟姊妹大平安，请咱安静心，开始来敬拜。
我的嘴唇要上赞你，因为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。我要一世人称赞你，要举手求叫你的名。三甲来吟俄勒的圣诗，圣诗第321首。我主，我救主，我真爱得完全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求你我一点的我心高念愿，何事有龙小度，无我心千遍。救主教我生和我被卡亚生，被卡亚生。前辈卡亚塞，救主教我生和我被卡亚塞，我主我救主变在我的故乡，求你帮助我，给我无悔心境。将万顺和我主，拢无个违给，有主教我生和我被卡亚生，被卡亚生，千被卡亚生，有主教我生和我被卡亚生。我主我救主，求你是阮可怜。因叫我心，为无人救他，主我不欠亏，求主教我生和我被卡亚塞，卡亚塞，前辈卡亚塞，有主教我生和我被卡亚塞。阿门。请咱有缘徛咧。做要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亡中搁活上天。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用，启文第一篇，也是伫《申命记》第6章。伫圣诗后面第999页，我来启请会众来印。以色列人要注意听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。人米甲你的地，事事正好，人家加天做做。以色列人要注意听。上主，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恁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向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今日命令恁遮的话，着记伫心内。
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年行，倒地也是起来，拢着念因听，搁着抱伫手呢做记号，绑伫额头吹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或者写伫城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爱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一礼拜来的看顾，保守阮大家出入平安。特别伫顶礼拜的野外礼拜，阮的兄姐分组外出到无同的所在，欣赏你创造大自然的美景。遥到北京的教会，甲因的兄姐有好的交通甲联系。你慢慢会听伫阮的中间。丰富阮的生命，搁透放阮的心灵。阮也要感谢你，伫137年前的这个时阵，找见你的仆人马介博士，伫土巷这个所在开设教会，伫遮也落福音的种子，经过历任的牧长甲兄姐同工的拍拼、奉献、付出，阮即马才有当安稳伫遮来敬拜你，甲听你的教导。一方面，我要感谢你，感谢信仰的前辈无私的付出。一方面，阮也要检讨，是毋是有做了无够野的所在。求主早前感动先知的灵，交配感动阮大家，相信阮大家智慧甲规律，尽本分做好阮的事奉，开阔主的国度，通得到你的悦纳甲荣耀你的名。求主也带领甲掌权今仔日的礼拜，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个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17章第1到第10节，和本圣经伫107页，台语译本伫177页，显着我来读。人犯罪的事一定有。不过，造成这个事的人惨啊！宁可用大石磨甲伊吊颔棍下落海，嘛毋通互美色一个跋倒犯罪。恁家己嘛着谨慎，你的兄弟也是姊妹若犯罪，着甲伊责备；伊若反悔，着甲伊赦免。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遍拢回倒转来甲你讲，我悔改啦。你嘛拢着甲伊赦免。使徒对主讲：求你加添阮的信心。主讲：你若有亲像芥菜籽遐大的信心，甲即丛生栽树讲，连紧爬起来，去栽伫海里，迄丛树嘛会服从恁。恁中间兼有啥物人，伊的仆人去做园也是饲羊，对园林转来的时，会甲仆人讲：赶紧坐落来食饭。伊兼会甲伊讲，甲我准备暗顿，下围群来伺候我食饭。后来你正食正啉，仆人做主人所吩咐的代志，主人欠着甲伊细声。你嘛是安尼，恁做受交代的代志了后，就讲，阮是无路用的仆人，阮不过是尽本分而行。愿上帝赐福听话过去行的人，赞美。这时请圣歌队来赞美，赞美的诗歌是奇妙真神。
这时，请牧师来正道，题目是尽本分。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就亲像我拄仔伫练歌的时阵有讲过，今仔日是堂教会，咱用即礼拜做咱的生日。咱是啥物时阵开始出世？只有上帝知。总是出世了后，咱经过啥物款的路程？有当时啊，咱知；有当时啊，咱毋知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即日真正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活气。因为安尼，咱感谢上帝赏赐怜悯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所以我要邀请你，甲你边仔的人，甲伊讲，袂当甲伊讲，嘛会当甲伊讲生日快乐啦吼。因为咱拢共属伫迄个堂教会一份子，咱求上帝赏赐。今仔日咱坐伫遮都有福分，所以你会当甲伊讲生日快乐。平安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，阮有开始的一天，是阮相信，当阮开始的时，就是你赏赐祝福的时。帮助阮，伫阮开始的即一天，阮重新纪念、回想，总是阮也感谢，感谢你所赏赐过去，不管安怎，伫阮的教会中间所发生的，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伫阮中间所发生的，有上帝你特别的祝福甲旨意，帮助阮真正透过安尼来听见你伫阮中间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The remind of the day， 这个中文的翻译，台翻译做当日要尽。这是2007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，日本裔英国籍，这个日本人叫做石黑一雄，真歹势，我无法度念伊的日本名，伊的作品，伊上出名的作品。随上这本册也拍做电影，所以咱会当去看这个电影。其实这本册咧描述一个伫英国传统贵族的大院内底的管家，叫做 Stevenson。Stevenson 伊有一个新头家，所以新头家互伊一礼拜的假期。所以，伊就开始开车去拜访伊过去的老朋友，然后伫这个过程内底回想伊的人生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真简单的故事。其实是一个真简单的故事。Stevenson 是一个极度将家己迄个无来看无，只有追求伊的工作完美的人。所以，当伊老爸伫楼顶特别过身啊。伊阁继续工课，因为伊心内底想讲，伊的老爸爱伊安尼做。当伊伫伊的工作场顶头拄着伊真爱的人，叫做肯顿小姐，总是为着工作，伊嘛将这个来缀落去。伊甚至对伊旧的头家达林顿公爵。甲这个德国纳粹咧交往的时阵，伊心内底嘛有一寡道德的质疑，总是为着工作，伊拢无出声。做这个真侪代志了，伊只有为着要互家己得到一个头衔，叫做上有尊严、上伟大的管家。因为一世人拄仔咧追求这样代志。真特别哦！这是伫英国的贵族内底的管家，实际上这就甲咱今仔所读的经节，这个仆人是同款的哦。伊只是仆人尔，总是伊追求的真特别。不过这本册真特别，这本册咧透过这个管家，去一个意外的旅程内底去发现家己生命
过去甲现在还有的日子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就亲像主耶稣伫今仔日这个经节，透过上尾这个故事，爱咱好好来想，什么话叫做尽本分？尽本分，恐惊这个词对咱真侪人来讲无真遥远，总是咱拢知影什么话叫做尽本分。主耶稣要对咱讲，咱这会诚做伊学生的人，上尾咱的使命甲本分是什么话呢？透过这个故事，主耶稣要对咱讲，伫中东的传统内底，主人甲仆人伫一个厝内应该做啥物？伊的角色是啥物货？伊所做的是啥物货？是真清楚的。耶稣伫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38节，描述一个主人既然束腰，亲像仆人共款去服侍，这才互人感觉着惊。这其实是主耶稣咧描述遐个备办好家己，佮愿意服侍的人，因内心听候上尾，既然发现家己既然反倒转，互伊所听候的人来服侍。所以主耶稣透过迄个故事，要对咱讲这个代志。虽然安尼，就是主人下腰来服侍，总是请毋通袂记住，主人就是主人，奴仆就是奴仆。真侪代志通拍破传统的迄个看法，用新的眼光重新来看待，总是爱明白。其实上尾咱拢爱明白，上帝赐予咱这个身份，现在这个款式，爱咱做的是啥物货？咱上尾拢爱问这个问题。这就是主耶稣透过这个故事要对咱讲的。路加福音17章第7节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看卖啊！咱做伙来读来。恁中间敢有啥物人？伊的仆人去做园，也是饲羊。对园人转来时，会甲仆人讲：赶紧坐落来食饭。随上自古以来，对东到西拢共款。其实伫厝内底的主人甲仆人的关系就真特别。这其实无法度用现代社会咧计算工资，我用几点钟做几点钟来算工资，即款的方式来计算。伫主耶稣的时代，就是伫华人的社会嘛是安尼。一个仆人有法度伫一个贵族家庭内底咧工作，这是互伊会当骄傲的代志，互伊会当伫别人面前会当抬头看的代志。当时的仆人，不管是田人、园人、饲羊，还是厝内底的劳动，其实拢是一个仆人份内的工课。当时是安尼，所以咱袂当用现代的眼光来评断这个主人安尼，就叫做亏待伊的仆人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请毋通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哦，看起来敢若伊当做转来啊，佮流汗喘喘，结果佮叫伊去做劳动的代志，毋是哦，这是伊的本分。所以请毋通用现代的眼光来评断。2001年，香港有一出电影叫做《桃姐》，我有写伫顶头。其实在咧描述即种主人甲仆人中间的迄款的情谊。这个桃姐伫少女的时代入娘家，互因请，伊照顾娘家大细6代。后来娘家大部分的人拢徙去住伫海外，只有剩一个少爷叫做 Roger， 伊阁留伫香港。桃姐现在悠然继续咧照顾这个 Roger 的生活。这个电影后来咧讲，这个桃姐中风，所以伊中风出院了，伊坚持我无要入去即家，我要带入去老人院。这个时阵，
这个少爷 Roger 反倒转去照顾伊，直到伊过身。所以这是嘛是一个真简单的故事。主耶稣安尼讲，路加福音17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个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兼话甲伊讲，甲我准备暗顿，下围裙来伺候我食饭，后来你才食啉嘛。这其实甲头一个迄个电影，迄个一开始的迄个场面真类似。因为迄个一开始的场面吼，只有音乐无讲话。迄头一个伫窗仔顶头远远就看到因的少爷要入门，然后呢，伊就随入去厨房内底，将煮好的菜汤安尼互上桌，然后少爷 Roger 就入来了后，拢无讲话，就坐落来。然后头一个已经为好为伊来递汤，伊就伸手，头一个就拿汤，放伫伊碗吼，汤碗就放伫伊的手，然后伊啉了嘛无看哦，碗就摕去，头一个就拿伊摕来就递饭，伊就摕来安尼就食。表面看起来亲像主人甲仆人。事实上，咱若注意看，这个电影真特别。这个电影后来迄个镜头就看头一个面，迄个头一个面真欢喜咧看伊的少爷咧，真好胃口啊，真好胃口啊。迄个镜头就亲像无仔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主耶稣咧讲是无毋对。主人就是主人，所以萝卜听候主人食了才食，这只是各尽本分而已。主耶稣透过这个故事，其实来对咱讲，路加福音17章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仆人做主人所吩咐的代志，主人兼着家己说声。耶稣用问句的方式，要对咱讲，仆人照伊的本分，尽伊的本分，完成工课，伊的主人等来代多谢，就亲像迄个 Roger 共款，迄免讲多谢，直接因为知影各尽迄个位置，各尽迄个位置，迄叫做尽本分。不过后壁即句，互真侪神学家咧讨论。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恁嘛是安尼，恁做受交代的代志了后，就讲，阮是无路用的仆人，阮不过尽本分做尔定。神学家较疑问的是，这个尽本分的罗伯特讲家己无路用，是毋是伊过头看无家己，过头屈服？总是对在世纪以来几个阿拉伯的译本是将仆人的话，即句仆人的话安尼翻译过做“阮是仆人，无人欠阮啥物，无人欠阮啥物”。原来这是伫中东地区内底完成工课内底，迄个家主甲伊的工厂也是仆人中间真习惯的对话。迄个习惯对话，就是主人会讲：“我阁有欠你啥无？”仆人会讲啥？“我无欠你啥，你无欠阮啥。”原来其实就是完成工课了后的一个惯常的用语。所以主耶稣咧对咱讲这项代志，假使咱若是主的仆人萝卜，那安尼咱爱尽家己的本分。命定，这个故事只是安尼。好，那安尼，咱爱尽着什么款的本分呢？路加福音17章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使徒对主讲：“求你加添阮的信心。”请问使徒求的信心是啥物货？伫咱破病时，咱会求主怜悯的恩典医治咱。互咱得到医治的信心。
咱嘛会求，有当时啊，咱嘛会求，互教会兴旺，人数加添福音扩展的信心。实际上，这个拢需要信心，总是伫福音书内底，其实主耶稣一直咧提醒咱有一种信心，这种信心是咱爱特别伊求的。就亲像路加福音第5章第20节，有一寡人带一个变碎的，就是无法度行路的，一个变碎的要去找耶稣，总是人真多，真话客根本客袂入去，结果因做啥物代志？因拆厝顶就把人囥落去，囥伫耶稣的面头前。然后路加福音20章安尼写，路加福音5章20节安尼写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讲：“朋友啊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我毋知咱逐摆读到这段，是毋是会感觉怪怪？敢会？咱逐摆读到这段经节声，敢会感觉怪怪？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圣经咧对咱讲，耶稣所看到的信心，所看人爱对伊有信心，不只是爱相信伊有医治的能力，是爱咱相信上帝会赦免人的信心，上帝会赦免人。所以信心是啥物货？信心是相信上帝必然要互咱甲伊和好，这叫做咱的罪得到赦免的原因啊！上帝必然会互咱甲伊和好，同时也会互咱甲人和好，这叫做第一个信心。主耶稣伫伊的新约内底，一直咧提醒咱，这叫做第一个信心。咱爱相信，咱的主会互咱甲上帝和好，咱嘛爱相信，咱的主会互咱甲人和好。所以，咱通过来对第一个主耶稣第一个教示来读起。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佮对伊的门徒讲：引起人犯罪事一定有，不过造成这个事的人惨啊！宁可用大石磨甲伊吊伫暗滚迄落海，嘛毋通互美蛇一个跋倒犯罪。主要所讲，咱难免会互人犯罪，也是被犯罪。咱难免会互啥物代志来牵线，互咱跋倒。就亲像钱财会互财主跋倒，互伊看无猎杀路，就是伊需要关心的人。律法的要求会互法利赛人跋倒，互因看袂到上帝的怜悯。咱知影，就是毋知影的中间有可能互咱犯罪。咱爱知影，所有的犯罪伫圣经内底，大部分所有的犯罪拢是互人甲上帝隔离。所以不只是咧指迄个社会上的犯罪哦，伫圣经内底大部分的罪拢叫做互人甲上帝隔离。所以咱有时咱就会互人甲上帝隔离，有当时啊真歹势，咱这个人的作为嘛会别人嘛会互咱甲上帝隔离。主要所讲，若安尼爱说字，不如痛苦来淹死。路加福音17章第3节到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若犯罪，就甲伊责备；伊若悔改，就甲伊赦免。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摆拢活倒转来甲你讲，我悔改啦，你嘛拢着甲伊赦免。
咱爱知影落伫犯罪得罪人的人，会亲像一个循环共款，不断犯罪，然后犯罪得罪人了后，咱都会不断转来回头求赦免。所以财主就是落伫迄个心恩内底，伊嘛掠做家己地位真好，所以伊掠做伊会当指挥猎杀路来担一个水，互我凉凉的。伊掠做，伊去到深渊内底，嘛是搁安尼想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叫做人，人的人性，人会不断犯罪，才有可能发生这项代志。一日得罪你7摆，然后7摆拢活转来讲歹势，请你原谅我。这种人叫做恶疾啊，台湾话叫做恶疾，对无？迄一日犯罪，还是一日，互我气着吼，1摆就出厉害，对无？7摆呢？这叫做恶疾啦。所以这叫做，这就是使徒主求的信心嘛。主耶稣爱咱去赦免，因为上帝已经大成赦免咱啦。上帝已经大成赦免咱啦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减做会到？这真歹做会到，但毋是咧。这是咱做无啥会到的代志啊！咱透有法度赦免这个恶疾，一直犯罪的人，然后咧，主耶稣毋若伫这个所在，带咱安尼教示。伫马太福音内底，伊嘛搁较加倍咧教示咱。伊安怎讲？做伙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44节到4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毋过我甲你讲，着听恁的对敌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，安尼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的囝儿，因为伊互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，嘛落雨互义人甲不义的人。虽然希腊罗马当时的哲学家会教示当时的人爱好款待才会对敌，是因为因感觉讲安尼害大代志变做小代志，小代志变做无代志。迄原因是要互迄个代志止线。总是主耶稣的教示将这项代志杀到上极端。耶稣咧对咱讲，咱就是受迫害，也爱求上帝束缚遐个迫害咱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真歹祈祷会落去，但毋是咧。对咱的人性来讲，这差不多完全祈祷袂落去啊。所以主耶稣咧对咱讲，若会当成就和平甲和好，就应该去听。不管别人安怎回应，听对敌，通显出咱的天父的完全。所以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经节第6节是安尼讲的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主讲，恁若有亲像挂菜籽遐大的信心，甲即丛松在树讲，连滚拔起来，去栽伫海里，迄丛树嘛会复将恁。主耶稣要求咱尽本分，爱学伊去赦免人，这个信心的功课。总是伊嘛知，这实在是无简单，特别是对遐个捌伤害咱的人，这差不多做袂到。所以主耶稣才会讲，只要咱有挂菜籽遐尼细，真的信心就好，真正的信心就好。所以挂菜籽是啥物货？遐尼细，真实灵敏的信心，安尼就够。是咱拢知影，咱实在无法度赦免人，总是咱若对伊有信心，
就知这个毋望就爱寄望伫伊，伊是审判的主，伊必然会成就。透过安尼，就会当互咱的性命产生真歹想象的改变。主后2世纪的教父特土良认为，请对德是主交代基督徒真根本的律法。总是后来的教父厄利根、安波罗修、厄古斯丁，甲传统的教会，互这个教士较少。基督宗教改革了后，基督的这个新教会，毋望会当重新来诠释，总是因将听对德来局限伫个人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透过安尼来避免一个争议，就是基督徒是会当参与战争这个争议。总是中西派，就是宗教改革了后，阁有一派叫做中西派，以及托尔斯泰，因坚持爱照耶稣的教示去行，所以对15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，不断就有新教的教会成员来主张基督徒应该抱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，并良心反战。事实上，近代基督徒反对死刑，嘛是对遮来。所以真侪基督徒是反对死刑哦。咱会当原因真简单啦，原因就是咱会感觉人无资格互另外一个人死，就是咱无罪嘛同款。这种确信，互16世纪荷兰门诺会一个信徒叫做邓克威廉斯，伊伫拄着迫害的时，这是天主教派人咧迫害伊、咧掠伊的时阵，掠伊的人咧掠的中间，互迄个兵。咱知影，伫外国较有伫河林顶头，迄个冰吼，伫也未真冷的时阵会破去。所以，这个邓克威廉斯，这是伫荷兰伊的雕像，2016年伊的雕像，这个正式做伫迄个所在的时阵，这个一个画面。这个画面其实咧对咱讲，这个邓克威廉斯其实本来是叫人捉，要掠伊，结果伊看捉伊的人，结果跋落迄个冰啦，迄个冰爆的，所以伫冬天咧走的时阵，煞落落去。咱也知影，迄是伫台湾入去水吼，可能几分钟袂死。伫外国，特别是这个零下。迄个落入去迄个冰水内底，几分钟内底若无人救，伊可能就会死。所以伊看到咧捉伊的人跋落迄个冰，伊做啥物代志？伊活转身去揪伊起来，结果一个揪就无大劲，伊就安尼去互掠着，后来受火刑来处死。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的中间，美国有真侪门诺会的信徒，为着绝对的和平主义，因拒绝参与战争，所以真侪摆，互美国甲加拿大政府抓去关。上尾，佮促成这2个国家颁布一条法律，就是这因为良心反战。免受征召来做兵的法律。主后2006年，美国宾州兰卡斯特这个首都，一个查甫人夜青入去到一个中西派传统亚马逊人的学校，枪杀几个女童了后来自杀。当地这个社区是一个真传统的基督教社区，
因伫着惊甲悲痛了后，就是伫迄个中西派的传统，甲对主耶稣教示的理解，因既然去看这个唱手的遗作，表示因的谅解甲安慰，甚至后来全社区去参与这个唱手的丧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通讲这无可能，是要听对着，咱会感觉真无可能。总是基督徒是互主所拯救、忠心有愿望的人，他有啥物无可能的？伫南非，长差不多半世纪，迄个种族的隔离这款的制度，伫这个制度下面带来无数的暴力、杀害、残忍的杀害。突突主教是南非社会的良心，伊长时得到黑人甲白人的尊重。1977年，突突主教咧主持一个人叫做比科的丧礼。这个人是互一个警察啉着到死的黑人思想家。伊伫正道的时阵安尼讲：上帝啊，阮通阁坚持偌久？阮的祈求要爱偌久？一个阮祈求一个公平的社会，一个黑人甲白人做伙生活的社会，爱阁偌久？伊伫正道的时阵安尼讲，克鲁格先生就是当时南非的总统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伊对比科的死亡无感觉，伊是所有人类内底上值得可怜的，因为当一个人讲伊对同胞的死亡无感觉的时阵，伊的人生到底出啥物问题？我求大家为着这块土地统治者祈祷，也为着警察祈祷，毋望因会当认知，因也是人。这是伊的讲道。所以，1993年，当曼德拉选调南非的总统了后，就邀请突突主教来做真相甲和解委员会主席。事后证明，也只有突突主教才会当伫迄款的时局内底主持这款的会议。透过突突主教，互委员会的听证，经过电视甲报纸，诚做全国咧灵修的所在，通对迄段历史做出深刻的反省。常常伫这出席的受害者或是家属，咧讲因去互刑求，因咧看因的亲人去互拍甲半死，残忍、欠缺不全的身体的时阵，因痛苦到口袂出声。突突会当找到适当的语言来安慰，就亲像总结这项事件，这个真相甲和解的委员会，这个事件有一本册，后来出一本册，这本册就叫做《无赦免就无未来》。这就是这本册，中文嘛有翻译，无赦免就有未来。这个册咧对人讲，真相不只是历史，和解嘛不只是政治，因常时也是对罪恶、道德甲人性的反省、安慰甲提升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确实拢爱承认，咱亲像这款赦免人的罪，听对着这种高尚、真高贵的人性、人格、情操，凭咱家己完全做袂到。所以，咱真正拢需要主来求讨这款的信心。这是咱
成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尽的本分，真歹势哦，这叫做尽本分了。主耶稣透过迄个故事咧对咱讲，这叫做尽本分。所以咱做袂到，总是咱知，咱爱对伊的大权能有信心，对伊的赦免有极大的把握。当然，咱更较需要求伊恕咱赦免人的亏难。这项代志，就亲像咱一世人爱做的工课共款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、医治阮、保护阮。你知阮欠缺，阮软弱，阮需要你，总是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去赦免。因为你一开始就教阮对你的信心，就对赦免开始。阮知上帝会赦免阮，因为安尼，阮无理由无去赦免。求上帝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点伫阮心。这是我要请咱坐咧吟，咱刷落来要来进行小仪式，所以咱要来吟圣诗第353首。咱坐咧吟，然后等一下，我要邀请唱到第20就好吼，免上早起来吼。我要邀请黄思娥小姨的爸母，等下第20的时阵，抱伊来到台前。咱坐咧吟就好。轻轻啊，吟就好来。请看善良主必无价，人无好天长天。伊出社行乱弱有惊，何以第一行情？何以第一行情？第2节。主公用世行就我无对看起了心，对天降临来个引带调地要救世你，调地要救世第3节来，求主我将名字传来，甘心奉献互你，愿我向你如你个爱，愿主如意福气，愿主属于福气。咱伫个房间是瓦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所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，也未就天大声有讲，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。互
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就假是应守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所以即时，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，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。所以请恁好好听我等者要问的问题，然后请恁大声来应答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困难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。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，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。恁要安尼行也无？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守这个约。等一下，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讲阿门。王师儿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转过，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做未陪参会员，有份伫新约的恩典。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，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，直到领受建信礼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永远伫地上帝，愿求你来保守照顾王师儿这个细囝，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，互伊的智慧甲年岁，哪加天上帝甲人，哪听伊。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，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，教伊脱离少年时期的引诱，直到成年的时，互伊通家己告别伊的信仰，搁会坚持到落尾。祝愿的上帝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家庭的生活，愿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，求你赏赐伊的父母甲囝仔要照顾伊的人，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这个细囝，通伫你听的内面来成长。阮安尼祈祷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通常咱无惊接纳啦，吼，咱无接纳。不过我要请咱的小会员来甲遮的这个父母吼，做伙翕一个相。咱有一个细项的礼物要送互因啦，吼，咱来转过来吼。其实因今年的3月甲4月已经有报名讲要洗礼啊，总是吼疫情，所以拖到今仔日。啊，所以你看几个月尔吼，即摆已经满岁啊呢，1岁啊呢。所以阮逐拄仔咧讲，我甲伊较熟的吼，伊还袂甲我主动啊吼。啊，咱嘛请咧阿公阿嬷吼，少年的阿公阿嬷吼，起来吼，做伙翕相啦吼，然后来。恭喜恭喜恭喜哈！恭喜来，咱看头前哈，咱看头前，来，好，那个脱口罩再一张啊，脱口罩，来，咱特别为令师儿。甲伊的爸爸妈妈这个家庭来祈祷，咱求上帝特别。我等下介绍，应该大家有熟悉吼，大家有熟悉吼。若无熟悉，请咱继续熟悉，好无？吼，请咱继续熟悉，咱搁一遍拍鼓啊，来欢迎伊加入咱的中间。好了，可以。
接下来奉献，请林部长李正义技师、傅启芳技师来书献。请起立，三甲来吟奉献的诗。伫报告进前，咱先来读今仔日金句。我读一句，请我读一遍，请会长看两遍。毋过我甲恁讲，着请恁的对敌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，安尼恁才会当做恁天父。请您开周报第一页。下周的事务人员，请别慢心。周间的聚会、教育课程，甲小组的聚会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消息报告，今仔日第一场已经举行过王思儿的小日礼，也恭喜甲祝伊的家庭。11月份的地月中级长老简晨、技师李正义、黄慈辉，新古林中级团契首长东港训练会，伫第2场的礼拜三，伫701教室会议室召开，请新旧中级团契会长以及东港出席参会。11月份定期中级会，伫东港训练会结束了后召开，请新旧林中级参会。会后刷开小会，请新旧小会员参会。下主日11月13。是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，找派高技能实习生来咱教会请安分享甲报告行院的情况，请为这事工代祷奉献，并颁发奖学金。团队部甲圣诞节筹备会伫中昼12点半，伫701召开，请牧师顾问部员、行政部、社区在艺班各团契圣歌队敬拜团晚会抽统表演。主持人出席参会。第3点，后主日台湾教会音乐活动，
淡国小有活动，所以伊讲请咱毋茫停车，毋茫去因的国校停车。到尾消息有算表，请团契修改了后的有算表尽快交予财务干事。受试课程伫11月21到12月初2要开始，若要受试的兄弟，请到办公室报名。第3点，关怀礼金，9月请照9月8区65岁以上11月份生日的，请区长向少年干事请领关怀礼券，伫适当的时间关怀探访。圣诞歌开始预购，到12月初10指，口味有3种，一袋18块。有要买的人，请到6楼向祭坛干事登记。具体消息，恭喜邱新玉长老、黄慧守姊妹夫妇的长女邱英杰姊妹，甲10成为弟兄，伫11月12拜六早起9点半伫南丰中恒饭店举行结婚典礼，请为着新人祝福代祷。告解消息，2022年曙光部第82届的年会，日期是11月25，地点咱桃园教会，请向营利方会长报名缴费。其他消息，桃园合作社李干事会伫后礼拜中昼12点伫7公里召开，请李干事出席参加。今年的圣诞节系列的活动，请咱家己参与，并且踊跃来参加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代祷。咱今仔日是桃园教会生日，所以咱来看毋知准备好未？咱来使，咱来看桃园教会的这个历史影片。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还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握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展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还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握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展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
过是咱顶礼拜真侪相片是顶礼拜咱耶和华礼拜。检采这耶和华礼拜嘛，用一种庆祝的方式，咱去到无共款的所在，真正去祝福无共款的教会。望赞夫妻，互咱所得到，也是所行到的所在得到祝福，这拄拄好是真做上帝囝儿要紧的本性。所以，咱顶礼拜透过，虽然我无讲真清楚，总是实际上嘛是一种真正庆祝的方式。咱安怎庆祝咱的生命？咱安怎庆祝咱的教会？咱透过咱的生命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亲像蜡烛啊，就伫咱伫地所在是光是盐，互迄个所在诚做祝福，这才是咱庆祝上好的方式。所以蜡烛是对基是你啦，所以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爱做蜡烛，愿汤教会一支蜡烛，真正诚做上帝的光，上帝的盐。咱做伙来吟这条歌吼，咱做伙来吟这条歌吼，坐咧吟就好。咱会吟4节咯，来1851月，马街牧师设教会，教会初设龙南街，3000水转做出体，新都花起买土地。土地若买若大地，势力真高渐渐多，当会胜利第一回。第2节，拜登去伫公馆头，大地中间正大楼，大楼做宣告龙道。公馆头变新生路，历代牧者有辛苦，中基真力求进步，感谢主恩怀顾，对水真苦的脚步，虽然历史上改变。时代社会快变迁，教会面临大挑战，我会研究主切见，为着好伊甘愿拼，世就风烟不免惊，咱会见证是啥听。专心靠主稳当夜。第4节，但咱大家来吟诗，庆祝世教837，上帝恩典满满是，代代结出好果子，各古之家传真理。天高空大人家天，当心家烈当奋起，阳光归主万万年。上营圣诗第390首，阿乐天父万福本源。伊万诗请牧师来祝祷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阿乐天父万福本源。观念结团，人来交战。
那耶稣向我追我中保，将你万关。那诚实感化罪人，相思连结恩惠一心。那圣杯圣家圣事，三位一体，举行至今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关联的神改造阮，温柔的神引带阮，稳定的神帮助阮，互阮服侍敬拜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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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济。电压密导。平安礼，请甲身边的兄姐互相请安。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